因为你救我的性命免得死无，救我的目睭免流目屎，救我的骹免绊倒。我要伫耶和华的面前行伫活人的地，我信，所以讲。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54首，圣诗第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心中主角就是伊，圣主所选实在宝贵。献给生活归地，因更声声拢无回去，坚心归何有人交伊？每今日圣殿基督，求你感到万有乐。是叫听人问候，欢喜应允愿求讨，你的赐福充满在座，求你保守永无错，一生救主光明。是阮全会将，阮登山山万民向向，无全属福无限量，当地官兵伫你手中，眼光袂应无错。心三位一体，永远袂变到万世。稳定主必永更关系，诸国已经拢无体。请咱议员徛地，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跌倒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这全能的爸上帝大兵，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是启应文第35篇，启应文第35篇。现着我来客请会众来应。我的囝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得我的话。
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得，毋通弃杀智慧，以为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以为高估你。智慧会用花冠抵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会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咱这是三甲鸭头来祈祷，听阮世间人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保守阮拢得到平安，感谢你。伫即个受分别的日，你正行如倒一届自集伫圣会中，当心学乐敬拜你，求你阿耳空听阮的学乐甲敬拜。今仔日也是母亲节的日子，感谢你使阮每一个人有一个伟大的老母，伫阮细汉的时照顾帮助阮，经过青少年、中年，也是老年时，老母也是同款关心甲疼阮。疼伫阮的中间，求你保守每一个母亲心灵勇壮，身体健康，心情快乐。主啊，求你也将阮的兄弟中有拄着辛苦病痛的，还是拄着学生要升学会考的，拢有你的手扶持甲保守。这是求主你伸你的手，用油抹牧师的喙。互伊所宣讲每一句话，拢有带着你对天来的开力，拍动阮每一人的心，也有讲甲听的，平平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这是三甲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新约彼得前书2章，彼得前书2章第2节到第10节，第2节到第10节，我来读。就着亲像拄生的婴仔心无神灵转的灵，互恁对长大到得着救。恁若试就知主是自善，就着安尼，伊是活着，互人弃杀。若是互上帝竞选定中，恁就群伊亲像活着去做神灵的厝，做成的祭司班来献神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为互上帝欢喜接纳的。因为圣经有记载讲，看我用所竞选、所定中的厝壳头要紧的石下伫顺城，信伊的人不致见笑。安尼，迄个宝贝是归伫恁信的人。若是伫遐个毋信的人，就去厝的师傅所弃杀的石，诚侪厝角的头块石，又搁做跋倒人的石、踢害人的石盘，因毋顺坦道理来跋倒，会到安尼是本定着的。独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的好德。恁前是百姓，今是上帝的百姓，前无受怜悯，今有得到怜悯。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人。这是学乐赞美，请圣乐队，我专心信靠。
正道，即是要请牧师正道。牧师今仔的题目是儿女的角色、责任甲证明。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主日是国外节的第5主日，相信咱也要透过今仔日这个主日礼拜来庆祝母亲节。所以我大声一只来祝咱在座每一位母亲节快乐。咱嘛能往咱边仔的母亲大讲母亲节快乐。我感觉咱就奇怪，我讲请安，无讲阿手，恁就阿手；我讲台语的母亲节，恁就还做母亲节快乐。虽然咱庆祝母亲节快乐，总是咱礼拜的主角，犹原是上帝，所以咱即时继续来准备心，来领受上帝要予咱的恩典。咱分享大声，先大声来祈祷感谢。亲爱的上帝，虽然阮时常伫祈祷的中间，阮称呼你或做天父，总是主，你犹原有老母的温柔，你犹原有老母即个母性的慈悲甲怜悯。你一达时阵，阮一艰苦困难的时，你拢正做阮的扶持甲陪伴。主上帝，阮感谢你，但阮要继续来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上帝你要予阮的听甲恩典。阮将以下分享的过程交托伫你，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天国，什么人上大？这是耶稣伊12个学生问伊的话。伫天国，什么人上大？耶稣安那回答？伊确实就是带一个囡仔，伊带一个囡仔，互即个囡仔徛伫学生的中间。所尾，大家学生讲：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无改变，变做亲像囡仔，绝对袂当入天国。所以，咱人家己谦卑，亲像即个囡仔，即个人伫天国就是上大。囡仔人并无代表无罪，囡仔嘛无代表单纯。伫犹太人的社会内底，囡仔人无地位，囡仔无权柄。囡仔伫完成即个成人礼、成年礼进前，拢无算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囡仔人伫犹太社会，凡事一定爱倚靠父母。我咧讲一届，囡仔毋是无罪，毋是单纯，囡仔是无地位、无权柄、无完全，凡事爱倚靠父母。当主耶稣伊伫山顶变貌，显出伊的荣光，伊落山要行往耶路撒冷，要来完成耶稣交代予伊的任务。总是一路人，伊的门徒既然问伊讲：伫天国，什么人上大？咱能看出讲，当耶稣在面对苦难的时，这12个学生犹原遮尔要义、遮尔斟酌地位甲权柄的代志来看，耶稣实在是真孤单。所以耶稣伫回答的内面，伊毋茫讲伊的学生会当谦卑顺服，来超出上帝的旨意。安尼，恁伫天国就是上大的。今仔日，迄位伫山顶看过耶稣变貌，迄位捌甲耶稣责备讲：你毋免面对苦难。迄位3摆无认耶稣，总是当已经悔改、谦卑的彼得，用悔改转变更新的即个性命，伫优市教会。今仔日咱所读的批，是寄予迄时阵
分散至各所在的信徒。这个批是要坚固因的信仰，会当互因自这个世界有所分别，追求圣洁。伫过去，伊的老师教示伊，着爱谦卑，亲像囡仔。今仔日彼得通过伊的批，教示伊所养饲的这个信徒，恁着爱亲像拄出世的婴仔相款。这是记载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的第2节。彼得伫第2节所讲的这句话，并不是只有对初信的人来讲，不是对无道友，不是对打洗的人来讲，是对任何一位圣徒讲。不管咱信主10冬、20冬、30冬，甚至是咱从细汉就是教会大汉的信徒，这句话有缘对咱有效力。这句话有缘对咱有效力。彼得毋望每一位信徒拢会当靠无主耶稣的真道，就亲像婴仔想要啉奶相共款，需要啉奶相共款，为着要成长，为着要生存。彼得所讲的这个纯的、属灵的奶，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纯全的、纯净的属灵的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要拯救咱人类的圣工，伊是咱人类救赎的好消息。耶稣基督伊本身就是上帝的真道，所以彼得一个意思，伊是期待每一位信徒拢会当常常通过读圣经来明白耶稣，逐时阵思想耶稣的心意。佮会当常常来学习主耶稣学伊的款式。彼得伊认为，这个信徒应该爱来追求，爱来靠慕上帝的真道，是因为因有淡过恩典的滋味，有淡过恩典的滋味。咱来注意哦，彼得直接讲的，毋是食过，毋是吞过，是淡过。啥物叫做淡过？淡过嘛吼，咱若去大卖场、大卖场，吼，Costco 啦，也是讲迄个家乐福，咱若是看到一个食品的即个包装，咱敢有法度知影有偌好食？毋知嘛？有人甲你讲，这个物件少好食，你著毋捌食过，你较会知影滋味。总是咱看大卖场内底，拢会安排一寡互咱试食的单仔，对无？总是这单仔是请你食规碗，还是规盘？伊拢安那，切到安尼，细搭底啊，安尼秀秀啊，饮料互你停安那，细甲杯啊，是因为因做生意的人真当生嘛？伊只是要互你安那，淡迄个滋味啦。人只是要互你淡迄个滋味，咱淡着迄个滋味，感觉迄片啊，迄味安那，真芳。淡着安那，感觉真好食，你就开始想讲这物件原来气味是安尼，你就会想要食。当你想要食的时阵，你敢会当消费？就会买回去啊嘛，买回去安尼慢慢食嘛，对无？因为你淡过啊，若无淡过，你较会想要食，想要搭买。相反，信仰的追求、操练的过程中间，咱若是毋捌淡过恩典的滋味，毋捌领受过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咱的听。坦白讲，咱实在无法度继续追求落去，因为咱毋捌淡过，咱毋捌感受过，毋捌领受过，故来咱就袂较无，故来咱就无力，咱无想袂，因为咱毋捌淡过。其实彼得一只有提醒的意思。伊爱信徒恢复迄个属灵的胃口啦，属灵的胃口要恢复啦。毋通讲咱那想要食物件，食规碗、规盘食了了，叫食了安那无感觉、无滋无味。甚至咱的信仰的态度，像迄国语所讲的，食之无味，弃之怎样？弃之可惜。
咱的信仰态度若是讲，我著参加礼拜、参加团契，来到遮，实在也无得到啥，毋知影要安怎，但是无来，都感觉安那，感觉怪怪，怎下字遐，毋知影要安怎。其实彼得的意思就是安尼嘛。追求信仰，你得去掠着迄个稳定的滋味，你较会有迄个热情，有迄个脚步，继续追求落去。无咱的信仰态度就是下字遐，来毋知影要创啥，结果无来，感觉惊怪怪，惊人会点名。凡圣神真正帮助咱，互咱追求信仰的过程中间，真正是有滋有味啦，真正有滋有味。彼得伫即个所在，伊不只是爱信徒追求信仰的神，爱确保迄个纯的属灵的呢。彼得讲的即个纯的属灵的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真道，就是咱读圣经的时阵。上帝所启示予咱的耶稣，不止安尼，伊也毋望咱会当来担着耶稣疼的滋味，咱较有法度继续来努力，确保追求即个信仰。彼得会安尼讲，是因为伊要演说一个较严肃的即个议题，即个信仰功课，毋若咱人会担属灵的滋味。彼得要讲，上帝嘛会担咱信徒属灵的滋味，听起来就奇怪对无？上帝是会担咱每一个信徒属灵的滋味，所以接续彼得伊讲，恁着亲近主，伊是活着，你们要亲近主，因为他是活石。你要亲近主，伊是活着，是彼得会比如耶稣是活着。因为这个活着是属灵圣殿的基础，因为这个活着是咱要献属灵祭物唯一的出口。彼得伊不只爱信徒亲近活着，照咱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彼得毋望伊的信徒嘛爱亲像活着，毋若亲近也爱亲像活着相共款。意思是讲。当咱信仰即操练追求的中间，咱得来亲近耶稣，明白耶稣，最后得学亲像耶稣相款。当咱每一位信徒拢会当学亲像耶稣的时，我要讲的是，耶稣即粒活石，伊就开始成做属灵圣殿的基石，放伫上下骹。咱每一位信徒，就亲像其他的活石，伫即粒活石的顶面安那开始起造，开始起造。当整个属灵圣殿拢亲像耶稣起造起来的时阵，我要讲的是，伫即个属灵的空间内底所现的这，都是属灵的祭物。上帝绝对会感纳，上帝绝对会感纳。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爱信徒，亲像拄出世的婴仔相共款，来确保迄个纯的属灵的呢。意思是讲，今仔日咱若是无学亲像耶稣，咱无法度甲耶稣做伙来建立圣殿。咱无学亲像耶稣，咱就无法度来献属灵的祭物，因为到耶稣是一粒活石。总是咱其他人无正做活石的时阵，属灵的圣殿安那起袂起来，无分别做成的时阵，所献的祭，上帝无一定会感纳。彼得伊不只用活石来比喻耶稣是信徒的典范，是爱学习的对象，也用先知以赛亚以及诗人的诗篇118篇。这个预言弥赛亚的话，互伊的比喻会当搁较来完整。不管是旧约的先知，也是诗人，因领受上帝的启示了后，伊用躯体的建造、房屋的建造、躯体的建造来比喻
上帝通过耶稣，是咱人身躯顶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程。先知以赛亚伊用宝贵的触角石来说明基督的重要性。房角石，他用房角石来说明基督的重要性。什么会是触角石？什么会是触角石？房子的角。来，古时代人起厝，毋是像咱即马起厝的技术是共款用钢筋水泥啦，伊是用找到的这个石头啊，来甲刻迄个形状，来安尼贴起来。所以即个触角石意思是讲，古时代人你起厝的时阵，因得找迄粒较大粒、较坚固、较重的迄粒石头啊，加做规间建筑的上下加迄粒石头啊。这叫做触角石啦。其他的石头较有法度是触角石，安那塔起来起厝。今仔日若是一间厝起好，你若将这粒触角石刷好走，也是来讲互破破坏，请问这间厝会安怎？倒去啊嘛，就倒去啊嘛。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拯救人的触角石，意思是讲咱人要得救。敢会使无耶稣？咱需要耶稣，咱需要这粒触角石，咱的得救，咱的信仰才袂安那，才袂倒去。诗人伫伊的诗歌内底，因为上帝的感动，伊用上重要的基石来唱出人类的拯救，只有基督会当完成。人类的拯救，只有基督耶稣基督可以完成。在新约圣经内底，触角石甲基石其实是两个无共款的字，无共款的字。触角石是缀伫建筑物上下骹迄粒石头啊，总是倒来诗人讲的这粒基石是啥物？咱即摆现代建筑是用钢筋水泥嘛，对无？总是古早人咧起厝是石头啊贴来到瓦内要变做厝顶的时。上顶悬爱塔的迄粒石头啊，迄粒号做基石啦，迄粒号做基石，号做盘顶石啦，拱顶石啦，拱顶石。所以一只内底咱会当讲耶稣基督扮演两粒石头啊，第一粒是缀伫建筑物上下骹迄粒触角石，啊，最后完成即个厝体的迄粒拱顶石，嘛是代表基督。安尼一间厝起起来就完整啊！啥比着要直接用安尼来比喻？当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伊就是迄粒触角石啊！拯救的圣工已经开始啊！当耶稣伊经历3冬的传道的生涯，伊面对苦难，去互人定死的价，总是对死搁活了后，就天。就成做上厝尾顶迄粒基石，所以上帝拯救的工程就是安尼。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做拯救的基石。当伊搁活就天的时，上帝工程就安那完成啊，就是上厝尾顶迄粒基石。最后，彼得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提醒圣徒，耶稣基督所传的道理，以及用牺牲所换来救赎，其实对有的人来讲是无感觉的，对有的人来讲是互人绊倒的石头。意思是讲，有的人听到福音，有的人听到道理，有的人进入到教会，总是伊犹原无法度接受福音，犹原无要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伊的救主，这是上帝所预定的，这是上帝所安排的，这拢毋是咱任何一个人会当影响的。总是翻过头，必得要互咱两方面的思考。今仔日咱入来一教会，听到福音，愿意追求信仰，愿意伫主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主，
这嘛是上帝安排、上帝有定的。意思是咧讲啥？咱人得救，咱人家己无任何的功劳啦。这完全是恩典，自头到尾拢是上帝主动对咱的听。总是彼得一只意思嘛是安尼。若是有人一教会内底信主10天、20天、30天，一世人拢一只，总是后面开始忍心倒退，开始无要追求信仰，无要靠无迄个顺的属灵的年的时，无搁追求耶稣基督的款式。那安尼，咱嘛得爱来思考，咱讲是上帝所有定迄个要一处较少来跋倒的人。彼得一只就是有安尼的意思。咱得救是恩典，总是忍心倒退的时阵，得用安尼来警醒咱家己，因为咱任何一个人毋知影上帝的安排啊，无一个人会当知影上帝有定啦。今仔日咱拢坐一礼拜人的内底，我实在嘛毋敢讲，咱每一个人拢会得救。咱在时常有安尼自我警醒。咱的信仰较会进步，毋通想讲咱你来坐一只，就绝对得救。我嘛毋敢讲，我规世人徛伫即个讲台讲道，我就绝对得救。我犹原爱每一工爱警醒我家己的性命，逐工祈祷，我较有可能得到上帝的降力。敢毋是？毋是身份的问题，毋是咱做啥物性格的问题。是咱心灵的问题。不过，伫上帝有定人得救无得救的这个议题顶面，彼得伊并不是要来恐吓这个信徒啦，他不是要恐吓信徒。其实彼得的目的只是爱这个信徒爱珍惜、爱把握安尼的恩典。所以彼得伊最后伊运用先知何西阿所得到的这个启示。来劝勉这个信徒，咱来看咱今仔日所得到的这个经节，最后一段。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现在是伊的子民；恁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现在得到伊的怜悯。意思是讲，伊甲这个信徒讲，恁较早甲上帝一点关系都无，总是即马变做伊的儿女。恁较早无互上帝听，无得到伊的怜悯，即马你一定得到伊的听，伊的怜悯啊！彼得一只就是要互伊的信徒知影讲，因是一群受上帝有定要拯救的人。那呢，我问咱在座，你有相信你是上帝所有定要得救的人无？有阿门无？有阿门无？总是咱犹原爱警醒。爱继续追求，既然咱有安尼的开始，咱得坚持到后面。所以彼得伊期待这会担过恩典得救滋味的这个信徒，会当用伊的性命来传福音，互人知影讲上帝伫咱身躯顶所完成的拯救，耶稣基督安那伫咱的身躯顶帮助咱，互咱的性命更新改变，追求这个圣洁。总是我要讲的是圣经所写的，我所讲的这个道理，听起来这形而上的，听起来那像伫半空中伫飞，咱拢知影道理，总是到底要安怎具体来做，怎么样具体来做？其实就亲像保罗伊所宣告讲的，伊讲你是受拣选的族。是王家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彼得这是咧讲啥？伊敢有讲到身份？伊敢有讲到身份？上帝的子民敢是一个身份？敢是王家的祭司敢是一个身份？上帝的子民敢是一个身份？恁甲我回答一下啦。是嘛？不过安那？圣洁的国度，敢是一个状态？敢是一个状态？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安尼：拣选的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
这是要对照彼得一开始所讲的，就要恢复变成亲像拄出世的婴仔，来确保迄个纯的属灵的年啦。来到亲近活少，亲近主耶稣基督，伫捌耶稣，学亲像耶稣。我要讲的是，这确实真正来回应上帝的听，上帝救赎恩典上正确的这个方式。这嘛要来表明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份伫上帝救赎的工程内底。这嘛要来表明讲，咱拢毋是迄个要伫即个石盘顶厝较少跋倒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你透过彼得的批信，你有按阮来启示，阮每一个信徒拢得爱亲像拄出世的婴仔相共款，时常来确保迄个纯的属灵的你，就是你所收赐予阮的耶稣基督。主啊，恳求你帮助阮。读圣经、追求信仰的时，常常会当来明白耶稣、亲近耶稣，最后会当学亲像耶稣，会当互阮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来建立属灵的圣殿，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来献上属灵的祭物，通好互阮桃园教会每一个礼拜的聚会礼拜。让咱献就芳芳的祭，得到你的感纳，当得到主上帝你时常的守护甲恩典，甲阮支持。主愿将安尼的恳求摆列伫你的面前，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过来吟圣诗，圣诗第383首，圣诗第383首，我担抗恁着献家己。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担抗恁着献家己，来做圣洁活祭，这是上帝心欢喜，心灵好使无价，无伫甲这世间相款，变换心心志，明白上帝善良存全，当欢喜的旨意，唔通半过，照你信心的温柔，干地多正那做体，大体拢有功用，所的恩赐鼓舞三担，万事中是认真，善地家事高家乡，安全永是心，欢喜人民听着无价，万物爱情君好，敬听遐这万人之客，献出上种祈祷，用尽心都听。
遮济，只是来奉献，请罗建成这事甲萧爽哦，这事来实现。你若未明白奉献的意义的，咱会使毋免奉献。白白受地，虽然不大嘅负责，你敢那愿所系？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报告，咱伫报告的大声，咱先来念金句。今仔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会来读两遍。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爸捌我，我捌爸一样。国我为着羊放杀性命。约翰福音书第10章14到15节，请。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我捌我，我也捌爸一样。国我为着羊放杀性命。约翰福音10章14到15节。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我捌我，我捌爸一样。国我为着羊放杀性命。约翰福音到15节，咱伫报告的大声，咱来请圣歌队甲主日学来献母亲节诗。来，小朋友进来。
因伫排队的时阵，我来报告一下吼。等者母亲节庆祝，咱请咱的长老来发咱的母亲节礼金，请咱的小朋友会送咱母亲节母亲一蕊花，请咱的职事来，咱的职事同工来斗骹手来发咱的苹果。
先上这。对，先上啊。再来，还有吗？还有吗？这是请牧师来主持母亲节节目。好，请咱在座的母亲，请至原地起立，全在原座起立。好，来，咱长老来发这个礼券。咱的小朋友，我们拿花献给现场每一位母亲。好，咱小朋友，咱摕花来献给咱在座每一位母亲。啊，咱的技师来负责来上捧果，互咱的妈妈会当养颜美容。来，小朋友记得跟每位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哦，哈。哦，要跟每位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好来，咱在场的妈妈，若是摕到花礼券，以及红果的，就请咱会当坐了。哦，我们有拿到花、红包，还有苹果的妈妈，我们就可以先坐下。
好，我们的小朋友花完了就到外面了哈。好，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我们这个花如果发送完了，我们就到外面来集合。好，找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集合。来，咱主日学的小朋友，咱若是献花献了，咱出去外口来找主日学的老师来集合。来，咱现场的妈妈，若是还未摕到花、礼券，还是捧果的，请咱举手，互咱的同工知影，互咱的同工知影，吼，每一个人拢爱摕到。这是教会对咱每一位母亲的这个心意。不要让我们的妈妈有人带着不甘愿回家。来，花、礼物、好苹果都要送到。后来，咱这时，咱做伙来祈祷，咱为着咱在座的母亲，咱做伙来祈祷，来谈祝福。阮所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慈悲、怜悯、疼痛，你逐时阵对阮的扶持、陪伴甲照顾，你拢互阮伫家庭内底，通过阮的母亲、阮的老爸来得到。主上帝，阮感谢你。愿主你纪念阮每一个正做母亲的人，所有赐你所交托互阮的囡仔，也愿主互阮做囝儿侍世的人，时常爱回头友好阮的父母，也愿主你的心帮助阮，亲像彼得的批的信息共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不管年纪如何，拢是主上帝你所疼的儿女。主啊，恳求你时常将安尼疼放置阮每一个家庭的下面。愿安尼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继续来报告，咱看咱周报的第一页、第二页，甲第三页是咱顶周的聚会甲出席的情形，请咱关心代祷。第三页、第四页是咱的代祷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第五页、第六页是咱的奉献的部分，然后顶档的，请咱用咱的中集来更正。消息的报告，即礼拜咱等一个有咱欢迎咱的华语班的朋友甲亲情来参加咱的感恩礼拜。5月份的第二定期中集会，伫等一个开会刷了，礼拜刷了后，要伫701会议室召开，请中集出席。教会发展委员会定伫5月20下晡1点，伫701教室召开。出席的人员，请咱家己来看。后主日是圣神降临节。第2点，5月28日是玉山新人园的奉献主日。第3、第4。教育部、关怀部甲行政部伫后礼拜要开会，请咱的部员出席参加。教会消息，圣经会考的奖励，咱伫礼拜后咱请到办公室来领取。100分呢有15个，咱有赠送现代中文译本1本。90分以上的有16个，赠送笔记簿1本。倒来，咱有中级的退休会。伫今仔下晡1点报名截止。第3点，社区的花艺班
第5期的，伫6月24日开始，每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伫咱七福五教室上课。欢迎兄弟来，甲福音的朋友来报名参加，30人额满为止。报名请简称结束，也是订武东干事。倒来，请咱来参与平安7月节音乐会，并且邀请咱的慕道友做伙来参加平安音乐会的响应。咱的详细资料，咱看1楼甲4楼的公告栏。咱时间是伫8月26日暗时拜六暗7点半，7点开始开放入场，伫桃园的典艺中心，就是中正路尾啊。演出的单位是陆卫道牧师带领120人的合唱团，有雅歌合唱团、男神乡音乐声、甲点心蛋合唱团。咱的即届是用买票的方式，请咱用新的6、8区的区长也是咱的干事来报名缴费，一张100块，请咱为着本厝的演出费用来奉献。教界的消息，咱有德中的中级训练会、北大灵事会，甲第2017年12届的升级吧敬拜学乐音乐品格营，请咱家己来看。具体消息，毛永婷姊妹伫5月20拜六下晡3点，伫洪恩教会举行感恩礼拜，邀请管理参加，请为新人祝福甲代祷。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只要来介绍以及补充报告。大先要来介绍2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聚会的兄弟。第一位是庄金珍弟兄。好，咱欢迎伊。第二位是这个钟庭亮弟兄。是咱中间。咱我们的夫人还有小孩嘛，是好欢迎你们。好，那咱看第7页头我有讲到后主日原底是安排玉山圣学院的奉献主日，这是刷来到5月28，5月28，5月28。都有本主日，就是讲5月20。拜六下晡的即个教会发展的委员会的期日改做3点，是改做3点。改做1点。13点就是1点的意思。下午13点我硬要转安尼。好，以上一只补充报告。上映394首，这是礼拜特别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礼拜的要线，大家应是通是线，心肝上上三到八。望后期个主会，6日所做着世事，当照主所加心，殊龙共相交法度，教当望主保护。咸菜有时受艰苦，我可主照顾，阮求天父是恩惠，得着生神大安慰，经过试炼那坚固，亲像今路回路，世间艰苦无时止，天空安乐。
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互阮每一个人，拢亲像拄出世的婴仔相共款，时常渴慕迄个属灵纯正的你，就是主耶稣基督。通过安尼渴慕，互阮认捌耶稣、亲近耶稣、学亲像耶稣，甲耶稣基督做伙来起造即个属灵的圣殿，时常将即个属灵的祭献互你，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电乐灭倒。咱即时咱用一寡时间，咱来看即个社区花艺班因要来举办的即个第4期的即个结业式的影片咱即时咱先做伙来看即个影片，来了解咱的花艺班。伫过去的花艺班会当听好讲举办有要1冬活的即个时间。其实遮个同工一只所用心的，其实是要透过安尼的花艺班，将人带你来到一教会，大声享受一即个插花的过程，一只享受安尼的艺术的下面，慢慢来引带因来入捌上好的礼物，
上好礼物就是主上帝、主耶稣，互因来实施。敢有一下配乐？通常我这拢有一个温馨的配乐啦吼。其实今仔日真甘心啦吼，真侪花艺班，就是讲咱社区咱的厝边头尾，其实遮的成员今仔日嘛来到咱的中间，甲咱做伙敬拜上帝。等下会甲咱介绍。好来，咱平常时吼，毋知影花艺班即创啥货，咱即摆当通过相片来确定讲，因之内底无毛灰啦吼，真正拢有咧做即个插花的即个作品。其实因花艺班，咱时常看到咱礼拜堂头前有真花、真水的即个花艺有无？其实这拢是真济，拢是咱花艺班的即个作品。通过安尼嘛会当互因透过安尼来敬拜咱的上帝，来献祭安尼。小可真正无配乐。其实咱的花艺班毋是讲甲有咱社区的人会当参与啦吼，咱教会内底的兄弟嘛是拢会当参与啦吼，拢当参与，嘛会当透过花艺班的即个中间，甲咱社区的兄弟姊妹会当来熟悉。
好，最后相片终于有我的影像出现了吼。无，只是要表示讲我有去关心安尼尔。好，咱先请咱的会议班吼，咱的社区的兄弟姊妹起立，咱先拍鼓啊，大家欢迎。好，但安尼鼓励甲欢迎是毋茫讲，有一天伊嘛是家己伫咱教会团体内底啊，时常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好，咱只是做伙起立，彼此握手来请安。